老孙大家提鞭炮喽，老孙大家提鞭炮喽，那是吧？哦，有一老鼠在东塘路。老高提鞭炮老西老呀老耶，见着老鼠。那说，呀，老有用途高呀老西那呀老耶，见着呀老鼠。那说，拉出干来不呀老西那呀老耶，见着呀老鼠。不是，那说，阎王冤吧，这是个阎王冤吧。30年少喜欢看，就这是个这样。抖音。